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内政部公布上新的这个数字。2019年国人平均的寿命已经来到80.9岁，其中这个男性平均是77.7岁，女性是84.2岁，拢来创下着0年来的新高。其中上届长寿寿的是这个台北市民，平均的寿命是83.9岁，那台东上少，平均的寿命是76.3岁，比这个台北市足足来减7岁半。讲上届主要是因为医疗的分配无平均。阿公阿嬷伫公园散步运动，享受退休的生活。台湾人愈来愈长岁寿，内政部公布，2019年台湾人平均的寿命来到80.9岁，其中男性77.7岁，女性更加长岁寿84.2岁，创下新高纪录。其中台北市民上长岁寿，平均的寿命来到83.9岁，第二名是新北市81.5岁，但是台东县只有76.3岁。同款拢伫台湾，哪会差这么济？医疗比较差，医疗的资源不足啊。医生的话也是不足啊。台东的民众认为，医疗资源欠缺是上大的原因。万一若发生意外，也是讲生重病，抢救嘛抢时间。咱台东人哦，生活比较歹过啊。嘿。你看，大家要食一顿啊，拢话要病死啊。台湾时代族群愈来愈济，都市和偏乡资源的分配嘛无平均，这是未来一个重要的课题。